如果你已經60歲，今日呢句說話你可能唔中意聽，不過我都一定要話俾你知，好多長者唔係輸俾疾病，唔係輸俾冇錢，而係親自做咗一個決定，結果將自己下半世活成一個外人。今日呢個故事希望你永遠都唔使經歷。我行過咁多路，見過咁多人，睇得多咗就明白一個道理，人一世家庭美滿，仔女出色，但去到下半世真正重要嘅從來唔係存款有幾多個零，而係可唔可以活得自在，活得體面，活得有尊嚴。好多人後生嗰陣將全部心血擺喺仔女身上，總係以為養兒可以防老，總係以為將全部家當交俾仔女就可以換到一個安穩無憂嘅晚年。但老實講，你以為嘅親情好多時候反而變成凍住你嘅枷鎖，你幻想入面嘅天倫之樂，最後可能變成睇人面色過日子。古人講，相由心生境隨心轉。60歲之後過得好唔好，表面睇係錢同屋企人，實際上係你一念之間嘅選擇。你選擇掌控定係選擇交出？你選擇獨立定係選擇依附？你選擇為自己活定係繼續為仔女捱？一念之差，晚年嘅光景天能之別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我先講一個真實故事。我認識一位相識多年嘅老朋友，今年74歲，做咗一世印刷行嘅手藝人，喺行內算有少少名氣。呢個人一世勤勤懇懇，骨頭硬氣節高，從來冇向邊個低過頭。就係咁樣一位硬氣咗大半世嘅人，前年因為養老嘅事差啲將自己捱出病，連大半世積落嚟嘅體面都差啲輸清光。佢叫堂叔師母，走咗之後剩低佢一個人住喺深水埗一間住咗13年嘅舊唐樓，日子雖然孤單，但清靜自在。每日清晨去茶樓飲茶，晏至幫舊客做啲印刷散工，下至去公園捉棋，夜晚聽粵曲。佢成日同我講，咁樣嘅日子就最舒適，唔使麻煩任何人，清靜勝過一切。轉變發生喺前年深秋，嗰晚半夜起身去廁所，腳下一滑，成個人跣低，腰骨撞正櫃角，痛到瞓喺冰凍嘅水泥地上，半身都用唔上力，四周靜英英，連個伸手扶一把嘅人都冇。嗰一刻前所未有嘅無助感，好似潮水咁將佢成個人包圍。佢第一次真切意識到自己真係老啦，唔可以再一個人死撐。仔女趕到醫院，個個都心痛到不得了。個仔偉強喺中環做建築師，話老將深水埗嗰間唐樓賣咗佢啦，之後輪流住我同細妹屋企，我哋照顧你。個女都紅住眼眶話，係啊，老土，你住喺我哋身邊，我哋先安心。堂叔聽到呢番說話，眼淚差啲跌出嚟，大半世冇白費，養到一對咁懂事嘅仔女。佢幾乎冇任何猶豫就點頭應承。承載咗40年回憶嘅唐樓賣咗過千萬簽約。嗰日佢企喺空同多嘅客廳度，心入面空落落，好似俾人挖走咗一嚿肉。但一諗起即將可以同一家人熱熱鬧鬧過日子，唔捨即刻被期待蓋過。佢將賣樓嘅大部分錢存咗定期，歡天喜地搬入偉強九龍塘嘅屋企。最初嘅日子同堂叔想象嘅一模一樣。新抱會客氣咁問佢夜晚想食咩，偉強放工會坐低陪佢傾偈。三代同堂，燈火通明。堂叔暗暗同自己講，一定要做個懂事嘅長輩，唔好俾後輩添麻煩。但佢萬萬冇諗到，美好感覺就好似朝早嘅太陽一出，即刻散得乾乾淨淨，矛盾由最微細嘅生活習慣開始爆發。堂叔習慣朝早煮白粥配油炸鬼，但搬入去冇幾耐，新抱就話，老頭，我哋屋企早餐食全麥麵包，你煮嘅粥味道偏重，成間屋都係鹹菜味。孫仔帶同學上嚟玩，都話聞到老人家味道。呢句說話好似一盆冰水由頭淋到腳。由嗰日開始，佢再唔敢喺屋企煮粥，每日跟住一家人食乾爭爭嘅麵包，飲淡而無味嘅牛奶。足足大半個月，個胃都空落到，但佢一聲不響。跟住係作息問題。堂叔習慣朝早6點幾醒，但後生人周末瞓到11點，佢已經盡量放輕腳步。但有一朝早去露台壓腿，啱好撞見新抱掛住黑眼圈，話，老頭，你可唔可以晏啲先出房走動？
從此就算天光醒咗，佢都只敢瞓喺床度閉目養神，直到8點幾聽到外面有動靜先至踏出房門。有時瞓到腰都酸，都唔敢隨便出客廳。仲有電視問題，堂叔中意睇粵語舊劇，但仔女新抱一返屋企，電視就會轉去英文劇集，佢從來唔敢主動轉台。後來索性長期留喺自己房，用手提電話睇舊片。佢越來越覺得自己唔係呢個屋企嘅長輩，只係一個被安置喺嗰度嘅客人。要小心翼翼咁睇人面色過日子，真正撕破面嘅係錢嘅問題。新抱習慣每個月尾喺飯禮計開支，呢個月電費差唔多3000蚊，應該係天氣轉凍，老口開咗暖爐，物業管理費又加價啦。每到呢個時候，偉強只會低頭默默食飯，堂叔心入面好似俾針吉。由嗰時開始，佢離開房必定回頭檢查幾次暖爐有冇關好，沖涼都手腳麻利，怕水掣開耐咗，連飲水都唔敢太密，怕去廁所次數多咗惹人嫌。為咗住得心安理得，佢主動攞咗4萬蚊俾新抱，呢啲錢你收低補貼家用。新抱推讓幾句，最後都係收低。由呢一刻開始，佢面上嘅笑容確實真誠咗少少。但堂叔清清楚楚，呢筆錢唔係咩補貼，係自己交嘅租同飯錢，用錢去換取卑微居住嘅資格。佢做咗一世手藝人，清高咗大半世，到頭來竟然要用錢換取可憐嘅尊嚴。最爆發嘅一次係喺偉強生日聚會嗰晚。新抱一位同事讚佢有福氣，老公孝順，將老爺接埋一齊住。點知新抱托住酒杯笑住話，不過呢位長者比較嘥電，每個月電費比以前成家人住嗰陣仲貴。在場所有人都大笑起身，偉強都跟住陪笑，一句幫口嘅說話都冇講。嗰一瞬間，堂叔終於明白自己唔係老頭，只係一個開支好大嘅擺設，一個可以拎嚟當笑柄嘅笑話。短短半年，所有骨氣同期待都磨光咗。佢終於等到搬去個女屋企嗰一日，個女阿敏住荃灣唔大，但乾淨溫馨。佢記得堂叔所有口味，會提前煲定靚湯。女婿阿威人老實，外孫都願意聽佢講舊故事。頭幾個星期，堂叔確實感受到九爺嘅溫暖。為咗唔俾個女屋企添負擔，堂叔好早就起身買餸做早餐，日頭打掃衛生，下晝接外孫放學，夜晚煮好飯等女婿收工。佢覺得自己做多啲，個女就輕鬆啲。但日子耐咗，女婿將佢嘅付出漸漸當成理所當然，放工翻嚟偷大手等開飯，食完飯就玩手機，從來唔幫手。更加令堂叔難受嘅係，有一日深夜，佢聽到女婿抱怨，一返屋企就講幾十年前嘅舊事。我放工想唞下都覺得頭痛。自從佢過咗嚟，我哋幾耐冇出去食過飯。堂叔瞓喺床度，心入面好似被刀割。自己唔係想個女過得幸福咩？點解自己出現反而變成兩公婆嗌交嘅導火線？最終爆發係喺一個夜晚，學校流感爆發，外孫發燒，跟住堂叔都被傳染。個女同女婿帶外孫去醫院折騰到天光，堂叔起身煮咗一煲瘦肉粥，點知女婿一入門就喝住。我早就講咗屋企長者同細路最易互相傳染，硬要將你老體接返嚟。而家出事啦嘛！堂叔企喺廚房門口，雙手捧住滾熱辣嘅粥，身體卻係冰凍嘅。佢終於徹底睇透自己唔係老頭，只係一個天大嘅麻煩，一個破壞佢哋婚姻嘅障礙。天光嘅時候，堂叔留低一張字條：我出去住啦，唔使擔心我。然後拖住行李箱離開，冇回頭，冇處容身。佢喺旺角一間最平嘅賓館住低。74歲硬氣咗大半世嘅手藝人，用被蒙住頭放聲大哭，喊離開咗嘅師母，喊自己破碎嘅幻想，喊俾生活打到蕩然無存嘅尊嚴。直到舊印刷廠嘅老搭檔阿良揾到佢，遞上一碗熱粥同油炸鬼，拍住佢個背話：堂哥，你一世咁聰明，到老咗千祈唔好丟低兩樣嘢，一間屬於自己嘅屋同自己心入面嗰份底氣。你將自己條根拔咗去當人哋擺嘅盆栽，點可能活得自在？阿良一番說話打醒咗堂叔，自己最大嘅錯就係親自賣咗層樓，放棄咗獨立生活嘅陣地。
變成依靠別人先至可以生存嘅附庸，以為親情係萬能保障，卻忘記任何關係一旦失去距離同平衡，必然會變質。唐叔決定唔再做同擾別人嘅藤蔓，要重新做翻一棵樹。佢攞出賣樓剩低嘅積蓄，唔再返仔女屋企，開始揾屬於自己嘅居所。1個半月之後，喺屯門一個成熟社區揾到合適嘅單位，離街市5分鐘社區活動中心方便。最重要係屋契上面寫嘅係自己個名，邊個都搶唔走。簽約嗰陣，佢揸實屬於自己嘅鎖匙，雙手不停震動推開大門，深呼吸一口氣，聞到嘅係自由同尊嚴嘅氣息。佢終於醒悟，晚年最好嘅第一個歸宿就係一間真正屬於自己嘅屋，唔理大細地段，關鍵係自己有絕對嘅支配權。喺呢度想幾點起身就幾點起身，想煮咩就煮咩，唔使睇任何人面色，你嘅屋稔就係你嘅王國。但係有咗安身之所都唔夠，頭2個月對住4面牆，連個傾偈嘅人都冇，生活淡而冇味。佢發現縮喺空屋耐咗，人只會浪費，人唔可以長期封閉自己，仲要有精神寄託。於是佢去咗社區活動中心參加粵曲班同工藝興趣班，喺嗰度佢認識咗一班年紀相若嘅老友，有退休小學教死前電機工程師，開咗大半世士多嘅老闆，大家唔會比較仔女賺幾多錢，只係傾工藝粵曲一齊經歷過嘅舊時光。佢終於徹底醒悟，晚年嘅第2個歸宿係一個可以安放靈魂嘅社交圈子，唔靠血緣，純粹靠共同興趣同理解建立嘅精神家園。喺呢度只需要做翻真正嘅自己。當唐叔重拾自信之後，主動聯絡咗仔女，周末佢哋帶住孫仔外孫上門探望，冇咗照顧長輩嘅壓力，親子關係反而變得前所未有咁融洽。仔女幫手打掃，後生圍住聽故事，歡聲笑語充滿成間屋。佢哋離開嗰陣，唐叔笑住關上門，享受獨處嘅清靜。佢終於明白，有智慧嘅晚年唔係死同住仔女唔放，而係懂得適時體面咁退場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幾點感悟。第一，晚年最寶貴嘅嘢係對自己生活嘅掌控權。呢個權一交出去，你就由主人變成客人，由長輩變成負累。唐叔錯就錯在為咗所謂嘅天倫之樂，親自放棄咗自己嘅陣地。第二，一間屬於自己嘅屋係晚年最堅實嘅底氣，唔使大唔使靚，但一定要係自己個名。你住喺自己嘅屋檐下，先至唔使睇人面色，你嘅屋檐就係你嘅王國。第三，一班志同道合嘅老友圈子係精神上面嘅陽光。仔女有佢哋嘅生活，你都要有自己嘅寄託。興趣班、社區活動、老友聚會，呢啲嘢唔係打發時間，係滋養靈魂。第四，任何關係一旦失去距離同平衡，必然會變質。親情都係一樣，你以為住埋一齊先叫一家人錯，有距離先至有美感，有界線先至有尊重。一碗湯嘅距離係對彼此最好嘅成全。第五，好好愛自己，永遠最重要。辛苦打拼咗大半世，絕對值得擁有一個自在體面嘅晚年。唔好再將所有希望擺喺仔女身上，佢哋有佢哋嘅人生，你有你嘅日子。古人講得好，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60歲之後，你已經有足夠嘅智慧同閱歷去為自己做一次主。你唔再需要為任何人委屈自己，你嘅餘生應該由你自己話事。今日你聽到呢度，如果你決定由呢一刻開始為自己而活，請你而家喺留言區留低呢4個字，從心所欲。呢4個字係孔子70歲嘅人生境界，亦都係我送俾大家每一位老友記嘅祝福。你寫低佢就等同自己立下一份契約，餘生我要為自己活。同時，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嘢有啲道理，請你撳一下訂閱，撳埋隔離個小鈴鐺，每逢我有新感，我都會第一時間翻嚟話俾你知。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最需要嘅人，可能係嗰個為仔女操心到瞓唔着嘅老朋友。當你喺留言區寫低從心所欲4個字，點亮訂閱嘅嗰一刻，
你嘅心念已經開始同呢份自在連接，留言區匯聚嘅每一份祝福都會形成一股強大嘅能量場，為你同你嘅家人添福添壽，護佑餘生。我係岑師，祝大家每一位老友記都有一個美滿幸福嘅晚年。我哋下次再傾。